哦，咁啊，又講賽馬貼士啊。咁啊，第一場5號咁啊，機械騎士。第二場啊，4號時間寶。第三場呢就6號咁啊，花果猴喎。第四場呢1號知足常樂。第五場呢就3號紅衣醒目。第六場呢就6號年年有福。第七場呢就6號考眼光。第八場呢就9號咁啊，熾烈神驅。第九場呢就係呢隻13號嘅海明神驅。咁啊，都係講嗰句啊，咁個市場呢就成日爆冷，咁啊其實個 database 咧調整緊嘅，咁啊但係呢個成績又好似好咗好多咁樣。咁啊，因為佢即係一個巧合嘅啫，其實根本就我覺得唔係幾相信可以長期咁樣贏到錢。